人讲水火无情，来看美国南加州野火已经是烧7天，真侪所在火着还未拍花，想袂到这圣塔莫尼卡北边又个新的大火点咯，一天就烧24公顷。这场大火已经造成25个人死亡，12000栋建筑被焚烧掉。不过，伫咧加州呢有2栋博物馆无受到这火灾伤断。画面内底是马里堡海沙堡的盖提别庄博物馆。初七暗时啊，去有太平洋佩里塞州大火包围的景象。虽然博物馆下骹4棵围仔的树啊，甲建筑物拢已经烧了了，不过这间别庄敢若小可改着尔。主要的建筑物也是好好，内底珍贵的艺术品是完全无起价，拢好势溜溜。We are surrounded by vast expanses of white travertine marble. This was chose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ite not simply because it's beautiful and Italian, but also because it is highly fire resistant as a construction material. 规个伫布伦镇5德街区的12栋建筑物，景观设计风格是真简单。遮种的树啊、甲草啊，是便若拄着火烧，就会随烧了了。也若另外一种是像橡树木这种的，树身内底有大量的水分，互火袂继续炭。另外，园区还有泉水的系统，内底有上百万加仑的水。便若当局发布红旗警告，盖提中心泉水的系统就会随开开，甲涂骹全互dam湿，火就无法度炭过来。也若厝顶是会当防止火烧的石板。壁是强化红毛土，甲防火建材，也佫有自动的防火门。便若着火，就会甲火限制伫咧一定的空间内底。所有的门旁拢会搭伽马式的空调，也若内部的空调系统嘛会增加压力，佫会按轰炸等等的措施。这系统性的物件，外口的火粉甲火场的火灰、微粒啊，都袂走入来。也若室内嘛会当空气再循环。另外，伫火场顶悬一只一只拍火的飞轮机，会野粉红色的粉落来。这嘛互外界真好奇。加州消防局解释讲，这是火烧山专用的助燃剂，内底成分有水、磷酸铵、甲铁氧化物。伊的作用包括增加地表的湿度，甲氧气甲较会导火的气体继续开。也若铁氧化物是会当互助燃剂变做是真明显的红色，或者是粉红色。消防人员一个看，就会当知影这个所在已经有野过啊。一般对人体是无败害。不过，英国也有研究，伫助燃剂野过的所在，遐水源验出重金属、镉甲镉，可能会对水底动植物造成伤害。也若剩的有铁的成分的物件，若无清理互清气，嘛会造成汽车或者是其他的物件生产的问题。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